来乡村日头请炎炎，天气真热，气象署早起针对着12个县区发布着高温特报，其中新北市是红色的灯号，有小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记录。新北市政府嘛来启动着高温应变的机制，强化着公共场所降温的设施，而且提供市民凉爽的空间，包括环保局的喷水车伫个重要路段来喷水，新闻局嘛加强来宣导防止热伤害的措施。那劳动局是配合进行户外工作者劳动检查的作业，希望民众唔通掉刷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